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真欢喜，咱搁一遍聚集伫圣殿内。虽然天气炎热，不过咱敬拜上帝的心，犹原无来阻挡咱。这个时阵，感谢上帝，互咱兄弟姊妹会当做伙伫遮聚集伫圣殿内。 即条咱甲咱身边的人讲，真欢喜看到你，真欢喜你，你是有福气的人。你是有福气的人。阿门。阿门。这个时阵，请咱大家安静咱的心，咱要请圣神甲咱同在，主愿较无你，主愿要降服伫你的救赎的恩典当中。主啊，伫宝座前，阮需要你。 主，阮需要你。主啊，阮的心独独要降服伫你的面前。主啊，阮较无你的同在，圣神，求你来大大来充满伫阮每一个座位，甲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上。主啊，求你来带领阮今仔日的敬拜的聚会。主啊，求你将喜乐、将平安摆在伫阮每一个人的心内。 这个时阵，咱将这条歌来献唱咱的儿乐。我的主，我心爱你。我的主，我靠无你，愿你听。 多多爱你，我的主，我心爱你，我的主，我靠无你，愿你听来紧我，予我心多多爱你。 哦，耶稣，我需要你，锻炼我，完全属你，愿你听来望着我，予我心全然属你。哦，耶稣，我需要你，哦，耶稣。 要你锻炼我，完全属你，愿你听来望着我，予我心全然属你，我的主，我心爱你。 我靠无你，我的手，我靠无你。主啊，愿你的听，即时来轻暖，引我，予我心多多爱你。哦，耶稣，我需要你锻炼我。 求你，愿你听来望着我，予我心全然属你。是主啊，我要全然来属你。主，愿这时较无你的同在。主啊，这时求你帮助阮。 搁较亲近来亲近上帝你，主啊，求你予阮甲你建立一个好的关系。主啊，阮相信，阮的性命要真做来荣耀上帝你一个好的气区。主啊，阮搁一遍将阮家己甲上帝的关系
向上帝你来恳求，求圣神来光照咱，互咱家己的罪来搁一遍向上帝来面前来认罪，求上帝的保护，搁是来洁净咱所犯的罪，互咱成做一个圣洁的人。咱做伙开声，为着咱甲上帝的关系，为着咱的罪向上帝来恳求。哈利路亚，主啊，阮搁一遍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感谢你的慈爱甲恩典，因为你是阮的避难所，是阮的力量。然后今日阮恳求上帝你，去帮助阮，会当较亲近上帝你。主啊，阮这边也来诚心来认罪悔改，希望上帝，阮知阮是有限的，阮是软正的。主啊，伫阮的生活当中，阮时常犯了过错。主啊，阮有时阮无行伫你的道路顶面。主啊，阮承认阮的罪，无论伫阮的思想，无论阮的言语，还是阮的行为上。主啊，求你即时来赦免阮的过犯。主啊，求你即时用你的保护来洁净阮的心。求主来帮助阮每一天，我阮来咱透过祈祷读经来亲近上帝。主啊，求你赐予阮一个较无你的心，互阮会当伫你的言语当中得到智慧，互阮伫你的话语当中，求圣神来大大来充满阮，伫阮的心中来运行，来带领阮。主啊，求你互阮会当行伫你下伫你旨意的道路顶面。这个时阵，咱为着咱教会一个事工甲福音的宣告，来向上帝来恳求，咱也为着咱教会要迎接50周年的喜年，咱就一个事工要来筹备，咱也求上帝帮助咱有更较侪的异象，来伫50喜年的时阵向上帝来献祭，咱为着这事来向上帝来恳求。哈利路亚，主啊，阮感谢你。你使我阮福强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家庭，主啊，互阮伫遮会当彼此分享家己的性命，有好的见证。主啊，你诚做阮的美良，求主你将你的疼甲恩典搁一遍降到伫阮的教会当中。主啊，你互阮会当伫你的疼来诚做一个合一的肢体，互阮会当诚做一个你恩典的见证。主啊，求你搁即时来保守阮教会所推动的事工，无论伫宣教，无论伫一个的事工顶面，拢有主你美好的计划。主啊，求你使阮有用智慧甲开力，互阮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伫主你的引带当中来行伫主你所阮欢喜，主你所欢喜的道路顶面。主啊，阮也将阮福强教会搁一遍仰望重视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迎接50喜年，求你引带阮教会行向美好的未来。愿阮每一个福强人，要伫信仰的道路顶面，阮搁较有力量，较有开力，互阮会当彼此来支持鼓励，互阮做伙为着教会来祝福祈祷。相信上帝的计划的确要充满伫咱的福强教会顶面。哈利路亚！主啊，我心爱你；主啊，我的心大大要来靠无你。我的主，我心爱你；我的主，我靠无你。愿你听来吸引我，互我心多多爱你。我耶稣，我需要你，我耶稣，我需要你，锻炼我，完全属你。愿你听。
接咱也为着咱教会青少年来祈祷。即摆青少年有一个有益，咱求上帝踮伫因心内做主，互因伫因成长的当中，拢有上帝替因替因陪伴水的生命。咱为着咱提摩太牧区，因伫靠北教会在传宣，伫顶礼拜4到今仔日，咱求上帝掌管伫因的生命，掌管伫因规个整个顶面，拢有上帝的同在。咱也为着咱主日学夏令营，伫后礼拜7月18到21，咱将因所有参与的学生、甲老师、甲辅导，伫逐项的教育顶面，甲事拢会当顺利。这是咱为着这个事，为着青少年来祈祷。祈拜上帝，哈利路亚！主啊，阮搁一遍来到你施恩宝座前，哈利路亚！主啊，阮要将夏令营每一个青少年来你上帝来恳求。主啊，求你赐予因有智慧，互因伫社会当中会当深深来入咱这个听甲真理。主啊，愿你圣神甲一半来充满因的心灵，拍开因的耳孔。主啊，求你互因听见你主你的声音，拍开因的目睭，互去看见上帝你美好的作为。主啊，就是求你加添大的力量，互因伫面对生活甲挑战当中。坚持因的瓦课，求主你保守因伫营会顶面有一个心灵会当得到健康。主啊，求你来帮助因，无为济离开一切的危险甲有险。求你互因伫因彼此的即个活动当中，建立好的友谊，彼此而且成长，互因的生活，互因的信仰甲生活，伫路上拢有因同做伴。主啊，阮也将阮主日学夏令营伫后礼拜要来举行，求上帝你伫营会经历做主。主啊，阮相信伊的生命要大伫这个营会来更新来转化。主啊，求你特别保守参与营会甲老师甲辅导的顶面，赐予因有智慧甲耐心，因带教导这个青少年。主啊，愿这个营会成做因生命中信仰重要的一步。主啊，阮求你，互因会当较亲密来上帝你。这个时阵，咱也为着咱今日的聚会来向上帝来恳求，求上帝掌管伫咱今仔聚会顶面，无论咱的敬拜、咱的祈祷，无论咱牧师的讲道，拢有上帝大的充满伫这个树顶面。咱为着咱今日的服侍者来恳求，求上帝，互咱伫服侍顶面，上帝有咱有够野的恩赐加能力。咱为着咱所有的会友，会当有一个谦卑领受的心来受教导。咱为这个事，为着咱今仔聚会来献上祈祷。现在要变天的上帝，感谢你的恩典交出来。伫礼拜开始，我们向上帝你拍开阮的心门，求上帝你进入阮的心内。主啊，我们用谦卑的心祈求你的同在甲带领。主啊，求你来保守阮兄弟姊妹伫路上，拢有主你的平安伫因的心上。主啊，你圣神的活水，搁一遍大要来充满伫阮的会堂当中。主啊，你的话真做阮的帮衬，真做阮的祝福。主啊，伫阮今仔日的敬拜当中，主啊，我们大经历你的疼，甲你的同在。主啊，你的心，主啊，互阮的心灵大来得到满足。求主你祝福伫阮今仔日所有参与的事工顶面，互阮的服侍真做芳芳的节来献给上帝你。主啊，阮也为着阮今日会当伫这个敬拜当中，甲领受牧师的事实当中，谦卑来领受。主啊，求你来帮助阮，来鼓励阮，互阮每一天会当活出你上帝你美好的荣耀。天父上帝，我搁一遍将阮兄弟姊妹交代伫你手中。主你是全能的主上帝，你听阮，求你来垂听阮的恳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是咱邀请兄弟姊妹对咱的座位起立，咱做伙来唱。
我的主，我心爱你，我的主，我靠无你，愿你听来听我，予我心多多爱你。我耶稣，我需要你，我耶稣。需要你，愿令我完全属你，愿你听来望着我，予我心全的属你，哦耶稣，我需要你。求你，愿你听来望着我，予我心全的属你，愿你听来望着我，予我心全的属你。愿你听来望着我，予我心全的属你。哈利路亚！主啊，你是甘甜阮大儿女的上帝。阿门。哈利路亚！主，你是我的一切。我可会开咱，你是我造就的宝贝，你是我的一切。你是像开窗的宝贝，我着爱同你来操作，你是我的一切。你是我可会开咱，你是我造就的宝贝。我的
大阿的上帝，主啊，你是荣耀的君王，万物拢出伫你，属伫你，归乎你。主，你是大的君王，主啊，阮欢迎你来降临。有救的主宰耶稣，世界的主宰耶稣，万物拢出伫你，属伫你，归乎你。你是荣耀君王，有救的主宰。求主拍开天窗，春雨落停止，原来行花欢迎君王降临。君王降临。
降临，有救的主宰耶稣，世界的主宰耶稣，万民拢出伫你，属伫你，归乎你，你是荣耀君王。你是荣耀君王，你是荣耀君王。这条咱做来吟圣诗305首，我的心心啊，你着唱歌。心是你着唱歌，哦，罗感谢主上帝，我的主是我的上帝，你有创造的能力，哦，罗赞美主上帝，只大求。哈利路亚！我要学乐至圣，我的主，我的上帝。主啊，伫今仔日，主你的圣日，我毋若是人，亲身到你主面前。主你爱我，就是我的心神，我的学乐，我的敬拜，我的脚步，我的虔诚，也要到你面前。因为主你看重我的心，主你有应允我来用心神、用正直来敬拜主。就是受主你所欢喜、所接纳的。父上帝，愿阮今仔日伫你面前，你的宝座前，阮会敬拜，得到主你的感纳，也圣神亲自做工，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我拢有份伫你的恩典、你的高抹、甲你的祝福。伫你的面前，感谢你带领，互这个礼拜是每一个兄弟姊妹参与，互圣神会开力大大。来显现的所在，伫你面前安尼恳求你带领，阮全天的礼拜，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今日姊妹要请咱犹原徛地，咱来纪念新的诫命，来明白主的教示。来，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诫命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启用，请咱三甲来启用。启用文第30篇，由我来启，非常来引。我摇头看山，我的帮赞对上主来。
伊袂互你绊倒。以色列的保护者袂拄眠。上主是你的保护者。你是日头，袂伤你。上主会救你脱离逐款灾难。你出你入，上主会保护你。祈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我要坐下来学乐荣耀你，因为你是早伫地、现在伫地、将来也永远伫地，搁真搁我的主上帝。我要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甲疼痛，互阮卑微的性命有机会甲你相拄，领受主的怜悯甲救赎，恳求主的神失去灵在，互阮常常带着谦卑甲感恩的心，伫即个动乱的世代，活出主意爱的款式。诚做你欢喜的囝儿，阳光满满的上帝，伫你的面前，我也看起家己的罪过，有时了做骄傲的事，时常是得罪你的。恳求主赦免、洗净阮一切的罪，互阮看见家己的不足，承认家己的软弱，常常倚靠你、求叫你。日日经历你奇妙的恩典甲拯救，听阮的主上帝，感谢你赏赐信心的福气，赐予富强教会所推动的每一项事工来利益逐个兄弟姊妹的身躯顶，藉着牧师团队甲长职同工的带领。大家同心合意，所差的表来跑走。阮愿意顺服主，一生行伫幕福的道路，亲亲感受属天的恩膏甲快乐运行伫阮的当中，真是体验上主的临在甲医治。阮深知伫阮的生命中，会阁有苦难。会阁有病痛，会阁有风雨，总是信心的帮助，属伫伊的囝儿赢过一切的试炼。阮有对主来的信心甲毋忘，要继续成做一个福音的见证者，来传扬你奇妙的作为。即时恳求主的神甲阮伫地，开阮的目睭甲耳孔，来领受你的话。祝福夏牧师今仔会知影要所传讲的信息，互阮过一届得到快乐，性命得到造就，将今仔日会知的礼拜恭敬交托伫你的圣手，求主掌权保守，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讲述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伫2位的圣经节，第一位诗篇121篇第1节到第8节。我抬头看山，我的帮助对倒位来？我的帮助对上主来。伊是创造天地的主，伊袂互你绊倒，你的保护者袂拄眠。以色列的保护者袂拄眠，嘛袂困去，
上主是你的保护者，伊伫你的身边做影影，在保护你。你时日头袂伤你，每时月嘛袂害你。上主会保护你，脱离逐款的灾难，伊会保护你的性命。日出日入，上主会保护你，对即时直到永远。第二位圣经节，彼得前书第5章第7节，恁着将一切的挂虑交予上帝，因为伊关心恁。圣经读到遮，愿主祝福听通伊话的人。俄勒，请祈祷小组献诗所献的诗歌是因耶稣听我。因是说，请本会学务师讲道所要讲的信息是：搬过生命的关山，请咱恭敬来领受。主耶
多谢指导小组美好的服侍，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一季大概一届来安排由咱的小组来献诗。咱第一场通常拢是由圣歌队事实那甲遮的小组来算咱教会在献诗的有10几队咧，20队。你目的是为着要互咱教会兄弟姊妹，互你知影讲，伫咱教会有即个大礼拜，即个大家庭200-300人做的礼拜，但是嘛有迄个小组，大家互相咧造就，互相咧关怀，互相咧联系，互相咧祝福造就。所以伫小组献诗的时阵，咱特别安排由小组员来做一个分享。这是咱要请指导小组内底陈素文姊妹，伊要来分享伊伫小组的生活。咱用捧仔声来甲欢迎来，来。各位亲爱的兄弟，大家平安。平安。我是指导小组的素文。今仔我要伫遮来分享我参加小组欢喜的见证。我要伫遮感谢俄勒咱的主，哈利路亚。我参加小组的生活已经有几啊冬。会记得我是伫个我40岁的时阵，我甲我的翁婿伫个富强教会的周年庆来受洗礼，诚做上帝真正的宝贝囝。我心内嘛一直充满对主的感恩。但是当个迄个时阵，阮翁仔某并无参加任何的团契，嘛无参加小组。阮只是当个礼拜4的时阵，阮会来教会参加主日。除了主日以外，阮甲教会也是教会兄弟姊妹，并无有关系上的连结。记得迄个时阵，我伫厝话摊时拢会接到指导长老打电话来邀请阮翁仔某做伙去参加小组。毋过我迄个时阵拢无兴趣，所以我拢一直安尼拒绝阮指导小组长的好意。所以阮虽然是基督徒，毋过嘛亲像要伫个羊群内面的羊仔共款。一直到我50岁的时阵，信心来动工，我透过北京教会一个姊妹的野传，我开始参加小组的生活，就安尼一直维持到今仔日，我拢一直维持过有小组生活的生命。我真正足感谢主安尼恩待我。我组介意参加每一个拜五的祈祷会，甲接下来的小组的时间，每一届的祈祷会，信心拢足感动我的，互我知影讲，这是上帝所赏赐予我的一个大恩典。我若无来，我就减领这份恩典，所以我每一回我拢真正充满侪的感谢。今仔日我要来分享我参加伫指导小组所领受的恩典。我参加小组，我感受我第一个恩典就是我会当透过小组，会当更加认捌我的主上帝，体会耶稣真正足疼我的。耶稣透过我的小组长因翁仔某的手来牧饲我，互我感觉小组若像是耶稣伊用搁较幼路的方式来养饲伊的羊仔囝。上帝差派这对充满疼心的小组长、指导长老甲秋雨老师来帮助阮大家。因对我来讲，有时阵因若像我的四大人共款。有时阵，因阁若像我的好朋友，逐个安尼嘻嘻哈哈，真趣味。我看见我的小组长因翁仔某对每一个小组员
当因有欠货时阵，环境有困难的时阵，因拢时常的关怀探访，互因安慰甲陪伴。这嘛是伊伫个小组的时阵，对阮每一个小组员的鼓励甲教示。感谢老主，我看见耶稣疼的快乐伫个因的身躯顶，足饱足的，嘛成做我足好的榜样。我伫遮感谢主。第二个问点就是，阮翁仔某因为有做伙参加祈祷小组，阮有共同的小组的生活，阮的关系嘛变甲比以前搁较好。阮会当熟悉搁较侪共同的朋友，嘛有搁较侪共同的人际关系。参加小组，互阮翁仔某的关系有搁较侪和睦、亲密、甲趣味。而且主嘛安尼祝福我的囡仔，互阮的家庭每一个人拢愈来愈倚靠主、亲近主。我嘛会定定安尼互相来祈祷。我有时阵嘛会用咧透过小组咧分享的时间，搁较认捌我的先生，听伊伫个小组的分享的时阵，我时常拢会有侪感动，帮助我，互我看见伊伫个工课中间，对人个生活中间，伊虽然有挑战，毋过伊对主是充满大大的信心，所以这会当帮互我搁较尊重伊，搁较体贴伊。我要感谢主。第三个问点就是，阮小组兄弟姊妹逐个的感情亲像一家人共款。伫个小组，逐个拢咧学习主所教示咱的听。我甲无共款的环境成长的兄弟姊妹，要安怎建立健康搁好的关系？嘛会当像圣经所说的，兄弟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其实我感觉这是我参加小组非常大的福气甲学习，因为每礼拜听主日，毋是听听尔。阮伫小组的时阵，阮拢会搁学家己所听到的、领受，阮拢会侪分享出来。我感觉这拢是互相咧传福音。上帝福音是透过信心感动来奇妙的运行。透过阮每一个人无共款的背景，无共款的生命的形体，我感觉我若注意去听，我就侪来领受主的心意，我就充满着祝福。我感觉耶稣互俺富强教会有足大的恩典，同个即个大家庭内面一个学习耶稣听的平台，就是小组。大家透过小组的结连，就参与伫耶稣听的工程内面。虽然有时阵嘛会有真正误解，也是矛盾的时阵，但是咱只要确实知影耶稣的心意，来去追求伊的心意，咱就会当同个小组的事，同个上帝的话内面成长，来改变家己的软弱，互我更加明白上帝，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团契关系，会充满着侪喜乐。我感觉若安尼，咱就会亲像栽伫溪水边的树，袂喙干。相信每一人的性命会哪来哪好，家庭的气氛嘛会哪来哪水，嘛会互咱教会这个大家庭，诚做搁较健康、搁较有快乐的教会。感谢主。最后，我要来分享阮的小组生活，阮定定会小少去佚佗，这是阮小组的一个特色。透过佚佗，大家会更加认捌。我知影，咱教会每一个小组拢有伊特别的小组的特色，因为上帝所办的宴席是非常丰盛、有变化的。伊所创造的小组拢无共，拢有主的安排。上帝会引带大家参加上适合家己的小组。因为我相信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咱拢是伊所听，
所邀请的宝贝，所以伫遮主文要合大家邀请讲，若还袂参加小组的，爱紧参加，因为我记得有一条诗歌讲，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互咱，只要你欢喜，就要得到。伫遮祝福咱大家富强人，拢有充满恩典、喜乐甲疼的小组的生活，也愿信心引带大家。感谢主。以上是我小小的分享，谢谢大家，荣耀归神。咱真多谢素文姊妹伊的分享但是姊妹咱会请这个小组员来分享，是要互咱知影讲，咱富强教会真要紧的一个事工甲特色，就是咱有小组。咱一间教会无管牧师有偌尼牛、偌尼强，伊的能力也是有限，所以咱的教会要甲别个教会比起来，咱讲咱的教会要比人较有气力，是因咱教会毋但有主任牧师、教育牧师、甲青年牧师，是咱教会有20-30位的小牧师牧者。这是咱教会人讲迄个潜在的能力。我期待咱兄弟姊妹，你若有想要扩大你的境界，你要受造就，你要受温度的训练，你要领受更较侪疼甲祝福，试看觅来参加小组。咱有对青少年到年长的兄弟拢有的小组，你无清楚会当问咱的长老问牧师。咱要分享主的话先甲咱做一个邀请。按即个分享主的话结束，咱要有一个祈祷的时间，就是异地祈祷的时间。我要邀请兄弟你勇敢来到面头前，来到台前，大家欢喜为着你祝福祈祷，无论是有肉体病痛欠安，还是你心内的平安需要主的帮助，还是你有啥物计划想要进行，咱拢欢迎兄弟对楼顶，也是伫遮拢做伙出来。咱的长老咱的小组长、中职以及咱的即个带导团队，要为着你祝福祈祷咱大家备办咱大先来祈祷，再来分享主的话。主，我的上帝感谢你恩待阮，使阮伫即个时间做伙领受你的教示。愿主的话加助阮的帮助和开力，互阮看见主你是活我的主。当阮开喙对你恳求，当阮心仰望的时，主你就要回应阮对你面前的祈祷。愿你通过你的话，成就阮的确信甲开力。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今仔日的主题看起来真简单，就是来搬过，也是跨越咱伫生命中的关山。咱拄则有读启英文，有咱的师会带咱来读经文，拢共款一段，就是诗篇121篇。但这个经文咱等下会复习这个诗篇121篇，伊的主题讲我要举目望山，我要举目望山，也是咱新翻译讲我举头看山，举头看山，举头举目拢同意思。伊阁有一个副题叫做上架的诗啦，上架爬架的诗到底这是甚物款的诗篇呢？咱三甲阁来做复习。诗篇121篇是一篇朝圣，就是讲我有一个要敬拜的所在，我要行过去来敬拜上帝。以色列人每一年3摆，就是爱去耶路撒冷守祭，因就是路顶来唱歌。啥都爱唱歌呢？因为迄有一个山路爱行，有山路需要行。但是，因为咱知影讲迄个山常常有回声，所以伫咧山坡还是山路咧唱歌特别好听。所以你敢知是安怎？咱台湾的原住民足够唱歌，迄个人迄个山就是上好的音箱啦比咱教会所有的音响更较好。咱嘛有看到咱的客家的朋友客家拢住伫迄个嘛是较叫做小林地伊嘛足够唱山歌哩，敢知影？我对遮唱，你对遐回安尼所以若要爬山，感觉唱歌就袂感觉足野仙，
也是足疲劳啦。这是犹太人因要去耶路撒冷，来守节，行山路所咧唱的诗歌。但这条诗歌讲起来真简单，是150篇的诗篇中间，大概是前几名的就对啦。是诗篇来的诗篇中间受欢迎的诗歌之一。当然，咱若要讲，请咱来排行，一定是讲诗篇23篇，对无？你拢会晓背啦。这篇是其中一篇是足受欢迎的诗。大概分2段来听。第1节甲第2节是诗人家己咧做自问自答就对啦。我抬头看山，我的帮赞对倒落来，安尼就家己咧念家己就对啦。讲我的帮赞是对上主来，伊是创造天地的主，安尼，而且念自问自答。第3到第8节就是讲祭司的祝福，祭司代表主讲是啦，保守你的袂拄面，保守你的要照顾你，上主要保护你，对永远到永远。那简单的诗歌，互咱来得到学习，咱信仰中安怎甲这位主亲近，互迄个帮赞是直接的。咱搁来复习这段经文，伊讲：我抬头看山，我的帮赞对倒落来，倒位来？我的帮赞对上主来，伊是创造天地主。这是咱拄才讲第1段迄个诗人呐，做诗的念诗的人家己问家己答，讲我嘛，讲我要抬头看山，我的帮赞对倒来，我的帮赞对上帝来。第三节开始就是这诗的祝福，伊哪讲？讲伊袂互你跋倒，你的保护者袂拄面，以色列的保护者袂拄面，嘛袂困去。意思是安尼袂怠忽职守啦，伊是随时拢精英的。第5节讲，上主是你的保护者，伊伫你身边做阴影，在保护你。日头袂伤你，暝时月嘛袂害你。伊用当时这大自然会拄到的艰难来譬喻啦，讲日头袂伤你，暝时月嘛袂害你。最近咱台湾连续3礼拜哇，日头热迄个拢38、9度我有一摆开车停伫外口然后入去车内，车内迄个温度计显示39度，我讲这款温度实在是足歹过这个。搁较免讲犹太人因徛的所在，无像咱台湾四季拢有树啦，所以圣经在讲，伊伫你的身边做阴影在保护你。阴影咱台湾话较少咧讲，所以用中文写过来，你特别伊拢会讲阴影，对无？咱大家做念一句讲阴影，阴影。你有要美影无？要美影，热甲来找影来美，去的那圣经讲阴影，你毋通甲上帝国语的去啦，是阴影，就是讲哇，一丛树足凉有一个我美，迄就是上帝。伊讲亲像咱台湾这是热天热甲，我看见逐摆若骑机车到12路哇，这声找无所在通美咧，有人。我入去到顶仔骹，有人才有一个看板咧炸我就甲米遐，安尼上无加米咧30秒嘛，感觉加足爽快所以伫犹太人的所在，阴影是何等的重要宝贵。所以阴影就是一个歹的心内迄种有一种安尼艰难困难，也是讲一个惊吓啦。阴影甲阴影就意思甲事实嘛差足大所以后摆咱圣诗圣经读到引用就特别台语啦因为国语看袂啥出来，台语安尼阴影安尼好，日时暝时拢袂拄着灾害。最后第7节结论讲，上主会保护你脱离逐项的灾难，伊会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上主会保护你直到永远。
咱有时兄弟姊妹，比如讲暑假要出国旅游佚佗，你若是讲要甲祝福，你就甲打121篇就好啊。所有拢讲了，我替你祈祷，4篇121篇送你。要去倒位佚佗，要去外地旅游，要出国，这是上好的一篇的诗篇安尼。咱想讲，哎哟，敢若要去耶路撒冷爬山尔，咱讲遐尔严肃吼，就爱安尼有主来保护咧，迄毋是无原因的。即个是耶路撒冷的地图，无像咱台南市安尼平，平，伊遐是有关山，山毋是讲介悬，但是古早吼，你爬山路足忝嘛。中迄个青色的顶悬，遐就是耶路撒冷。正边嘛有山，倒边嘛有山。所以因要去到即个耶路撒冷、锡安山敬拜上帝，拢是爱爬山。所以因若爬，因若行，会喘会流汗，会喙焦，就用吟诗来帮助你的信心安尼吼。这嘛是另外一个角度吼，迄个锡安山有迄个悬悬低低就对啦，毋是咱想遐简单。这条图无介清楚，但是你注意下看，伊有甲即个耶利哥伫第二界吼，迄个有水的所在是低的所在。爬去你到耶路撒冷有700几公尺，700几公尺。咱台湾吼，就爬到迄个本基湖迄边啊呢，有一地啊呢。较早毋是骑车开车呢，是行路啊。所以迄个悬低的差，咱就知影讲，迄个爬山毋是遐简单。当像即个经过耶利哥要去到耶路撒冷，你看，亲像即种偏僻的山岭，你会感觉讲有惊吓啦，有迄个困难。所以呢，咱就看讲，是安那我要夜目看山、望山，朝圣者看到山会惊，路途真蹊跷，而且较严重的是有贼甲野兽埋伏伫遐。咱拄则有讲去看迄图吼，对约旦河谷耶利哥到犹大山地的耶路撒冷，需要上行1000公尺。拄则咱毋是讲700几，那会比1000几公尺。伫耶利哥、伫约旦河、伫死海，迄是比地平面搁较低呢。意思讲，若水淹入来吼，拢淹去啊，伊就较低，比地平面搁较低。所以咱行1000公尺，你看，伫迄真大真荒凉的山路顶悬啦。你若想讲，即个甲咱想象的耶路撒冷都无啥相共。你若注意看，圣经伫路加福音有记载一段故事，你就知影。路加福音10章30节，讨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耶稣有讲一个譬如，伊讲有一个人对耶路撒冷落去耶利哥，落伫强盗的手中，因甲伊绑杀绑了后，甲伊拍到半死，甲伊等伫遐，有无？有印象吼？所以表示讲耶路撒冷要到耶利哥。这条路吼无遐简单的，有人有山贼的，有人互拍啊咧半死啊咧。也因安尼，咱就能理解到当时因唱这条诗歌的意思吼。朝圣者伫艰难的旅途中间，得到上帝恩典甲保守，所以心有大安慰、满足，会写阮的诗就对啦。感恩的诗，我都看到这个山吼遐尼大的困难呢，我帮助对倒落来。我的心都有开力了，因为我的帮助是对耶和华来。所以伫这个沿路咧唱这个诗歌，互人感觉得到安慰。要去圣殿敬拜，感觉足大的这个心智的仰望安尼。所以是营造一个真甘甜的气息。为着要踏上这个真正有点危险雕成的路，就是譬如做咱人生这条路就对啦。咱人生的路程，要去耶路撒冷的路，咱有经过侪的艰难哦。所以，互圣徒带着真水的安慰甲快乐。兄弟姊妹，那安尼，咱用这个夜目看山，正做咱一个比较。伫咱生命中，咱人生的生命，是毋都是一条要到上帝国的路，一条雕成的路嘛？一条生命的道路，咱要安怎行过，要搬过这个关山？咱爱搬过这个生命的关山。当咱对山的想象啦，咱台湾人对山上界了解，行无偌久就看到山。
原文的山是讲群山、群山的群山，一群山。啊，群山吼是一伊原来的意思，应该是讲足雄伟的意思。哇，迄山吼看到足有才北的，足有力的。啊，另外一个角度是讲看了啊，感觉哇有点仔惊吓，因为吼这是体力佮安全的条件。我拄仔讲咱台湾吼，上无欠山啦，也嘛无欠海。上帝实在是对咱台湾这块岛屿吼，偌大的祝福，有山佮有海。迄较早中国定有人来遮咧旅游吼，因讲我一世人毋捌看过海咧。啊嘛有人是迄风波啊，伫咧平原的内底毋捌看过山，但咱台湾人吼，逐项拢有安尼。所以台湾的山佫较特别，是因为台湾吼伫即个亚热带气候啦，啊佫树啊遐尼济，所以呢早起是一个气候，下晡一个气候，暗时佫一个气候。啊，咱对低的平地，咱是遮啊35、6度，啊爬去到武岭，伫合欢山的武岭，减到剩10几度，所以即阵一大堆人走去遐咧避暑，你敢知？啊，讲听讲车拢塌条条，因为逐个秘伫透早就要去遐占位啊，就对啦。啊，所以伫台湾看到这关山，咱讲这登山者的殿堂。但是，若有真正会晓爬山的人，因就是尊敬畏的心，无甲讲吼，这个山水吼，2、3个手啦，南山的啦，无啦，因拢尊敬畏的心，因为因知影行这条山路，看起来风景足水，但是危险随时会来。所以因的态度是讲，毋是征服啦，是谦卑、仰望甲亲近。这是台湾遮有经验的登山者，因所予咱的一个教导。天气要变化足紧，随时大风来，随时寒来。啊，迄个土有时软软，卡一个大无在，就规个杵落去。啊，落下面是山坎甲深烟安尼。我常常爱看咱电视有一个节目吼，这个节目叫做 MIT 台湾志，吼，咱毋知有捌看过无？吼，定咧重播啦，啊嘛伫影像伫迄个 YouTube 内底定咧重播。啊，谁人爱看呢？因为咱无开咱人爬山，啊，就看迄个节目人爬互咱看安尼。哇，迄原住民的向导吼，用头壳绑一条大啊歹吼，几10公斤的物件爬山咯，行爬路都伤重啊，搁爬山。啊，伊即个 MIT 台湾志吼，即个节目啊，迄个导演定咧讲，若无即阵原住民的遮个向导吼，咱是无可能拍即个节目，嘛无可能完成迄个中央山脉大纵走安尼吼。啊，这是咱台湾上水的山，叫做玉山啦吼。我要行目黄山，看起来安尼真水，但是你若要行，你就知影迄危险伫倒位。伊去少年时阵吼，有时拢爱去原住民的部落啊，去爬山啦，像咱青少年去考比共款。啊，因个原住民吼，上后讲一句话，啊，咱开始要行山路，讲啊，搁偌久才会到啊？伊讲搁活一个就到啊。啊，其实你要行2点钟、3点钟啊。伊讲活一个就到啊，你毋通甲相信。是安怎？人因都伫山顶走跳遮久啊，啊，咱人吼，敢若爬一个山就喘啊，何况讲是弯来弯去，而且搁后迷路啦。啊，这是咱台湾上帝吼特别的温数吼。啊，这个关山遐尼水，啊，咱真侪人吼，若透早啊开车吼，啊要去玉井。哇，迄个日头对东边出来的时阵吼，哇，规条迄个改成巴士迄道路吼，看起迄个玉井佮后壁的乌山，佮顶悬的关山拢看会到，看得有够水就对啦吼。啊，咱台湾伫台南遮迄个二寮遐就看到足水的山。啊，咱遐尼即位，人伫即个山的中间，毋是一种骄傲，是谦卑。因为我要行目黄山，我的帮山对打落来，遐尼即位是啦。咱伫看到山的时阵，咱会仰望，但是你有谦卑。当即个山若是伫咱面前所拄到的是一个人生的挑战，一个困境，你就爱谦卑落来。你要亲像即个诗人吟即条诗讲：我的帮山对打落来，
唔通家己懵懂，家己安尼黑白饲啊饲了，煞佫愈危险。所以兄弟姊妹，咱生命中常常拄着关山在阻挡。毋知咱会记袂？顶个月牧师分享一个主题，这主题事实是两个无共款的譬如啦，意思要共款，就是人生的红海，有无？人生的红海就是一个困境、一个挑战、一个阻挡、一个危险。咱看见摩西带以色列百姓过红海，咱要怎安度过？咱捌讲起就讲人生的红海、生命红海，就可能咱拄着成长过程的挫折，有咱的人格甲性格上的困难，咱有工作上、学业上的抉择的挑战，咱有经济、财务、家庭的困难，甚至咱嘛有病痛、健康上的挑战安尼。所以一个对照啦。咱顶个月所分享的红海，今仔日所分享的这个关山，拢白白咧象征咱人生所拄的困境。但是困境无法度通避免，是因为你要安怎去面对。所以是加强咱对这首诗篇所犯的学习。生命中所拄着红海，甲今仔咱读的经节，就亲像人生中你嘛会拄着关山咧阻挡。人生常常拄着困难、危险，毋过你无多闪，因为你知影这是成长的操练，嘛是要领受一个更加理想的未来，必须要经过的路。兄弟姊妹，咱生命每一个阶段拢有无共款的逆境，就是关山啦。囡仔有囡仔的挑战，青年有青年的挑战，咱做事业、工作，咱家庭，咱年纪大，面对人生拢无共款，这挑战拢会拄着。所以这个关山袂自动刷开啦，伊自然会产生出来。所以重要是讲，咱面对困境的态度甲回应，来决定咱是毋是会真正顺利平安，会当搬过。有人咧讲，咱人面对困境会有这三种反应。第一个挑战，一个危害，就是咱讲过红海，哇，红海到挡阻挡的，后壁有埃及人咧追兵，人会产生三种的反应。第一种是惊呀，困难都还未到，你先惊掉的，你已经互恐慌甲你掠掉的，哇，逐项拢做袂来啊，因为你忧虑嘛、烦恼嘛，所以原来应该有的作为所无啊。第二，怪别人，责怪。拒绝承担责任，无安全感，拢嘛安尼送啦。咱看犹太人要出来劫，拄着红海的时阵哇，挡掉的后壁有追兵，就见怪摩西讲，哎呀，你安尼黑白带阮，互阮来到遮到旷野，无通过啦。阮宁可倒来埃及更较好啊，做奴才嘛袂歹啊。所以无安全感，你会责怪别人。第三就是到尾拢唔敢做，退缩。哇，想倒转去，无想要头前啊！头前的危险宁可倒转来。犹太人讲好啦，搁倒来埃及做咱奴才加减搁会生活节安尼，拢是有这款的反应。兄弟姊妹，这个关山伫你的面前，你有这三种的反应无？是你要亲像诗人讲，我的帮助对倒落来，我的帮助是对耶和华来。最近我伫网络顶面看见一本册介绍，真有意思。伊拄仔咧讲即个题目，伊讲你就是困住家己的迄粒山。伊讲你本人毋是头前别人甲我无关系的山，是你就是山。你家己爬袂过，是你家己迄粒山啦。安怎讲呢？真有意思有几项。这本新册讲，咱人生可能面对的什么？你有人际上的关系，有人际关系，有财务。甚至有一寡安尼引头你的成瘾，还是健康的条件，这是你的山。你这个山有时毋是别人甲你动的，你家己发生的呢。你这粒山是家己，是你家己。佫有一项是一种安尼焦虑感、自卑感、恐慌的感觉，也是日常一点一滴不满的情绪，互你家己制造一大堆山，所以这本册
伊咧分析啦吼，咧甲咱提醒，我真有意思。伊讲恐惧、恐慌袂保护你，你爱行出来行动，才会当来得到顺遂。第二，忧虑嘛袂保护你，你有好准备才要紧。过来，你想多袂保护你，你甲理解、甲明白，你就袂感觉迄是困难啊。伊讲一句话讲，你必须要征服的，毋是外口去座山啦，是你本人，你家己就是去座山，你爱甲超越过。看见这历史，用关山来譬如属灵的觉醒，个人的成长，甲生命的挑战，你面对的山拢无共款哦，大人的山拢无共款。当你遐徛伫山骹的时阵，你看起来讲，哎哟，这哪有可能啦？咱爬会起哩啊！所以咱看见这个大自然的中间，真侪事物，这个关山提供属灵的智慧，互咱知影安怎发挥上大的潜力，就亲像诗人会领悟。我要抬头看山，我的帮山对倒落来，迄是一种哇，困难来啊，挑战来啊，危险来啊，我要找答案。你找答案是啥物？所以，这个属灵的推荐是讲，咱能透过咱迄个有时是一寡歹习惯，你家己一种自然的这个反应，你爱甲伊破坏去，甲伊行出来，会当提出一种家己看见家己的软弱甲无够，也是更加了解咱讲咱的大脑甲身体，咱会当发展出一种情绪智商就对啦吼。像是为咱主日学吼，这礼拜。要举办夏令营，因为题目叫做什么？伊讲叫做我是 EQ 小主人，我是 EQ 小主人，什么意思呢？伊就是要分享讲，囡仔伫成长过程当中有真多愤怒啦、嫉妒啦、烦恼啦、惊吓啦，这就是山嘛。你要做主人，该赢过安尼。所以兄弟姊妹。咱头前这座关山，往往毋是难题啦，难题是伫咱内在这个问题，一个无稳定的基础。兄弟姊妹，拄则咱讲 EQ 小主人吼，伫顶个月咱嘛有通过英美教会来甲咱做这个造就啦吼，伫咱的这个干部甲这个核心的同工的训练中间，有个甲咱做一个提醒，讲咱这个文道学校吼，有一个叫做人格14星座的这个测验。14个星座吼，伊就是用无共款的动物的特征来象征咱家己的个性，咱人的个性。嘛用圣经的人物咧，甲咱标志讲你是属什么款的型啦。他这个14个星座，若经过这个训练吼，有真趣味的反应。真侪兄弟拢讲这测验了足准的，咧讲起我的困难吼。这个性格甲幸福的人生，就是要互你认捌你家己的性格，改变你的心智。你有创造生命的价值吼，来成就伟大的梦想安尼。咱这个领导的同工，咱这小组长，大家拢参加测验。咱即嘛要鼓励各小组吼，恁的组员嘛来测验看嘛咧。伊知影讲是安那共即款代志，伊有即款反应，另外即个人有即款的反应，毋是对甲毋对，好甲无好，是你的特质是啥物？你会当认捌家己迄粒山无？迄粒山你要哪甲超过？这是咱即个性格影响人生六大领域啦。人生、自我、情绪、工作、人际关系，也是人生定学你的价值观，这拢是咧影响你所以咱话看起讲，遮有即个14个人格，咱甲看者就好啦。伊这是就是即个用14个动物来象征咱家己的个性咱足侪兄弟讲，我有2、3种代表性的动物呢，有2、3种足有意思安尼。有的是猫头鹰啦，有的是狮子啦，有的是水牛啦，有的骆驼安尼咱现在姊妹遮个，就是咧甲咱讲，咱逐人拢有家己面对的山。这个山面拄着好的帮助
我要用一个小故事来做一个印证啦吼。啊，这小故事是讲，我有捌伫网络上看见讲，咱伫公共电视台有一个真出名的节目叫做《谁来晚餐》，毋知咱在座有捌咧看无？迄《谁来晚餐》吼，一礼拜播一片啦。啊，是有趣味咧，迄《谁来晚餐》吼，伊拢会去访问一个家庭。啊，这个家庭毋是讲哇，因兜是偌好嘅，因兜的社会地位偌悬，就是你欢喜要接受公视台来甲恁兜来翕恁兜的即个家庭状况。有真侪人真正开放家己的家哦，吼，啊，就翕，啊，然后即个主人因兜不用3个5个，就讲我望倒一个名人来阮兜，吼，来食饭，食一个暗顿安尼。我有时吼。无闲通讲看电视啦，有时看网络，拄仔看到一片足有意思。这《谁来晚餐》咧，差不多是2022年，伊伫第13年的35集啦，吼，就是讲已经播15年啊，到今年已经15年啊。有一个题目讲叫做《汉服女孩与离婚爸妈的安全距离》。引起我注意是讲，哇，因为这是网络的节目嘛，吼，所以下面吼。有几百条的留言啦，大家看到这个节目拢感觉讲，哎呦，这个节目互我真大的刺激，我就写因的反应就对啦。伊安怎叙述呢？伊讲有一个男主人是叫做博华，因太太叫做静婷，伊个查某叫做子木。伊讲因结婚2摆，离婚2摆，对象拢共一个，佫带做伙安尼吼。虽然咱咧共一家哦，毋过到食饭的时间，即个妈妈无甲家内人同桌，菜硬走去房间咧食安尼。生活的中间每一工，即个子母就是即个查某囝，甲爸爸妈妈共款，拢行出即个门做家己的工课。当因3个人入去家内，好亲像住伫无共款的星球。彼此有遥远的安全距离，安尼。这个影片，互我感觉讲，哦，安尼，这个家庭哪会遐勇敢吼？甲因兜的无好的拢互电视翕出来哦。伊发脾气骂人哦，拢甲翕出来，伊嘛关，佫容易因播出来，较厉害。我是讲，这应该毋是演的吧？应该毋是演的，因为就是伊赤裸裸来表达。原来，即个妈妈可能是中间是个上大的一个代表。伊讲，即个老母伊伫少年时阵捌去巴西，因为巴西无共款的文化环境，拄着真大的伤痛。所以佫倒来台湾，佫结婚伊定下感觉无安全感。所以伫后续的日子，伊完行袂出来。伊好像有陷伫什么？就咱讲今日主题，伊陷伫家己去做山。所以，这个家内吼，充满着紧张、疏离、甲低气压啦。哇！这个妈妈呢，见怪先生，因为先生是一个警察。伊讲吼，我家里吼，就是要你保护，互你照顾。你吼，逐日拢去上班，也无在插我安尼啦吼，一直咧见怪别人，伊心内足艰苦，足无安全感。伊讲吼，我生囡仔的时阵，你也无伫我的边仔啦，我家己一个处理啦。原来这个先生是一个基层的警员，佫都爱轮班嘛，拢住伫宿舍，拜5、6才转来啊。总共我要讲的意思讲，这个家庭亲自显露出因所拄着的关山，所以迄网络内面留言一大堆啦，其中有几句感觉真有意思。伊讲足真实，佫真情的，讲我足爱这集，我希望恁全家拢平安，因为大家吼。拢安尼无介亲密就对啦。伊讲我真佩服这集的3个主角，敢若真实呈现出家己的家庭想法，是就无简单。伊讲这个妈妈的反应吼，愤怒往往是恐惧的投射。这个妈妈伊会遐尔情绪，就是讲可能伊无安全感，伊需要人家帮衬，伊需要这个先生甲听。但是足侪留言嘛讲。这先生应该做，拢有做到啊！是安怎？这个太太佫无满意就对啦。佫有一个人写一句话，讲幸福的人，幸福的人的一生，互童年，互囡仔的时代来治疗好啊。
若是无幸福的人，是一生拢咧治疗囡仔，安尼什么意思呢？你的囡仔若是幸福，一世人拢幸福；但是你的囡仔时代若无幸福，你一生拢咧医治即个，迄是咱的成长背景，咱的人生，敢毋是？最后，兄弟姊妹，咱讲这的事是要互咱转来写诗篇，讲我的帮助是对倒落来。诗篇21篇121篇30到80，第30讲我对造天地耶和华来，这个帮助是对造天地耶和华来。第二，咱确信，我无论拄着人生任何的关山，伊无要互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无拄面，以你的正平做你的阴雨。第三，日时的太阳夜间的月亮袂伤你。第四，伊要保护你的性命，免受一切灾害。兄弟姊妹，伊要互咱永恒的保护。主要咱无论去讲起迄本册，即个心理学家咧研读的，也是咱看见即个电视节目所表达即个家庭所拄到的伤害。我看见内底嘛有人留言讲，即个妈妈需要去教会，意思讲，哇，伊拄到的艰苦吼，咱是足体谅的，但是伊若无对迄个艰苦行出来，伊一生拢无幸福。就怨叹即个先生2摆离婚伊嘛咧搁住伫遐，表示讲伊好像毋愿啦，毋愿想要搁拍拼看卖的伊种意思。兄弟姊妹，我要夜目黄山，我的帮助对倒落来。事实诗人讲的即句话，你通甲改做安尼啦。我要夜目看见我财务的困难，我的帮助对倒落来。我要夜目看见我肉体的病痛，我的帮助对倒落来。请会记得，你要勇敢回答讲，我的帮助是对创造天地耶和华来。愿咱得到这款的开力，你就袂惊吓，袂烦恼，你就无感觉这粒山爬袂过。愿主将这款的开力、信心、甲愿望放伫咱中间。小等下，咱要用祈祷来做医治的祈祷。愿主亲自甲咱伫地，咱要先吟首诗歌，才来做医治的祈祷吼。咱来吟这条同款主题的圣诗啦吼。这条圣诗是我目夜去望天。我目夜去望天，上帝所点所在，上帝明日无困相亲，故我高龙无害，创造天地上帝，保我不至稳当，暂不休息在何时，并无欢乐之行，上帝应允保庇，出日为的平安，即使以后甲我无离，我心免惊灾难。咱来祈祷，然后请咱异地的同工兄弟姊妹陪伴。亲爱的主，我的上帝，伫你面前，我要诚实表达，阮人生无共款的时代，无共款的境遇，拢有一粒山摆伫阮的头前。主啊，诗人讲我夜目看山，我的帮助对倒位来？主啊，我毋是祈祷讲莫有这粒山，是阮看见这粒山有上帝的帮助，阮就勇敢赢过。因为主你是保护阮的主，你是恩典的主，你无拄面在保护阮，你互阮日时眠时拢袂拄着灾害。父上帝，阮逐人的困难拢无一定，但是主你的保护是一定的，你的看顾甲祝福也是一定的。阮即时要进行这个异地的祈祷，愿你也互阮逐个人将家己这粒山摆伫主你的面前。主啊，你的帮助是对你来，享受这款的恩典甲祝福。
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要请同工来帮忙来演唱这条诗歌，咱拢会晓唱的，使我自由。然后伫5楼、4楼兄弟，你有需要受祝福的，就勇敢行到头前来。咱的祝福的同工也配合吼，咱做来吟。唱这条使我自由，请同工来帮忙来唱这条诗歌，做来大家来吟。使我自由的心啊，请你来到我的内面，来到我的生命，我出我生活中的忧愁，我出我心中的不安，主的心啊。服侍同工来服侍，就自由，世间事物落土当当，主的心话，我自由。我搁一遍，主的心啊，主的心啊，你伫倒位？请服侍同工小组长。咱的义弟，祈祷的同工来到头前帮忙啊，啊，搁有需要哈。万水有，落苦人担，主的心话，予我自由。咱音乐继续，吟诗细声，咱开始请同工为着头前这兄弟，因的需要甲欠缺，为着因来做换手的服侍，愿主的平安。愿主的医治临到伫咱正人中间，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圣神伫阮中间，与你永不应允，阮就要得到医治，主你帮衬，阮就要得到归咱。哈利路亚！感谢主你的听，是阮所好，伫阮所有的兄弟中间，感谢你台湾，感谢你台湾。哈利路亚！有主的医治临到伫阮中间。世间事物落苦人担，主的心内，予我自由。使我自由的心啊，请你来到我的内里，来到我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你的意义临到伫阮。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我出我心中的不安，主的心啊！咱姊妹要邀请咱对座位站起来好无？继续唱来唱条诗歌。咱甲咱的正手，咱正手，世间事物。心啊，主的心啊，搁一遍来。主的心啊，你伫倒位？倒位就自由，世间事物落苦当当，主的心话，予我自由。姊妹，我要招咱，也是线顶的兄弟，甲你的手放伫你的心。咱若是为了头前这兄弟祝福，那为了每一个需要的兄弟，你的困难、你的山，愿主耶和华的帮助临到伫咱中间。咱要来做祝福的祈祷。主啊，阮夜目看山，阮的帮助对倒位来？主啊，我要宣告讲，我的帮助是对上帝所来。因为主你是创造天地的主，主你袂跋倒，你是阮的保护者，袂拄面，你要做阮的阴影来保护阮。
被上帝徛伫你的面前，这兄弟有肉体病痛的艰难，有心内软者的艰难，有困境，有软弱，有烦恼，求上帝亲自来解除因的软弱，互因赢过、爬过这个关山。阿门。被上帝，阮兄弟姊妹中间有拄着身体软弱、病痛，有心神软者的，伫线顶的兄弟有拄着艰难的，愿主你的应允、保守也伫你的身上。主啊，特别阮为着教会中有兄弟拄着癌细胞攻击的，主啊，这是一粒关山，阮家己气力无够的，阮上帝你亲自保护，亲自看顾，亲自医治，刷开一切歹的攻击，互阮领受到全然身躯的改变，平安、喜乐甲健康。主啊，毋是阮人的气力，是阮专心渴慕上帝你的应允，就要临到伫阮，你的医治临到伫阮，互阮伫心中看见上帝你的医治，欢喜来做见证，欢喜来见证上帝你的应允甲头目。感谢你，奉你的名祝福头前这兄弟，以及阮所有伫你面前摆列阮的恳求甲祈祷的兄弟姊妹，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咱用拍拍奥多主，多谢大家，请回座，请回座哈。愿主应允伫咱中间，请坐。咱把时间交予咱的师会，咱准备要来奉献。奉献，这是咱来奉献。请咱起立来因奉献的圣诗。会众请坐。本月根据，请咱来看周报上尾仔一页的下面，咱三甲用台语来齐声来读。独独对地面的智慧，伊是清洁，有望正直，如好参详。有灵敏甲好的果子满满，无偏袒，无假好。那个书3章11节报告。后礼拜的主日是曾瑞平牧师
司礼是郡君之事，其他当工咱着家己看。掀开第4页，机体交通的部分。第一样，主会主礼2，伫7月18到21，后礼拜要举办夏令营。吼，咱伫第2堂下礼拜，咱较为全体的老师甲同工来举行彩排礼。因的夏令营会当顺利的推动。这礼拜，他们有去新华的口碑教会，去协助暑假夏令营的活动。伫今仔礼拜了，因会倒来，感谢因的服侍。后主日7月22号第2堂礼拜了后，要召开定期的小会，请小会员预备心参加。伫8月11号48周年要举行信礼典，请要受洗的人伫7月21号报名完成。以下重点咱着拜托夏牧师补充报告。真多谢吼，咱这消息拢有诶报告几若摆，咱就无搁重复，时间嘛有点无够吼。我要来做介绍吼，但先来介绍，咱有一对夫妇黄宇明甲陈慧珍夫妇伫咱中间做礼拜，咱欢迎因来，欢迎恁哈，欢迎。黄宇明兄甲学堂会长姐，欢迎你来参加礼拜哈。咱搁另外是这个杨志如姊妹，是无？杨志如姊妹伫楼顶，好来欢迎你，欢迎你。咱黄燕切老师介绍哈，因带来哈。除了这个有记伫单哩这个朋友以外吼，今仔日阁有几啊位特别的来宾，就是咱这个永新幸福农场吼，伫咱的吕安肯老师甲辅导带领，咱有穿这个背心的，请站起来，欢迎恁哈。拢7、8位啦，请坐哈，请坐。小等下要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因有一个义卖啦吼。我先做补充，才来做介绍吼。第一个就是讲拄则咱书会吼有甲咱报告即个主日学夏令营吼咱请大家为着因祈祷，这炎热的天气我听校长讲差不多有50几位小朋友啦，加上咱这同工青少年的这老师协助吼，要几百人吼，要有3工半的时间要伫地下室，咱为着因祈祷吼。第二是讲咱第7期的幸福小组，感谢主吼，咱这2礼拜听见足侪小组吼，讲要开始来筹备要来办吼。牧师无要重复，我只干那要邀请讲，咱请各小组长、各副长，甲恁的名单、甲恁的迄个幸福小组的名称吼，恁要伫什么时间来举行，送来办公室，互办公室来排看卖看时间有冲突无，也是迄个场地有冲突无。上重要是讲，咱伫8月开始有2、3摆的时间要来举行一个密训，就是讲咱幸福小组要运转好势。有效果，咱要来上课啦，所以甲这要参加的名单小组长来甲伊报出来吼。搁另外咱即个影展吼，伫遮周报社吼，咱就家己来看，已经有报告几若摆。欢迎咱即礼拜6来看一个影片，是甲青少年做伙看。8月初3早起9点半，是甲咱的即个即个双年做伙看吼，是即个影片。咱伫即个投影伫迄个咱的种电梯啦，咱的迄个群组拢看会到。搁另外就是咱的即个有一个情绪共舞心灵读经吼，7月27的下晡无下早起9点，有一个张雅慧博士要来演讲，请欢迎大家参加。搁另外咱的即个抄圣经吼，我原来想讲，哇，箴言1本尔，诗篇3本，毋知有人要报名，竟然现在已经有50几位报名吼。50几位，要60个吼，60个报名吼，实在是足无简单，愿上帝祝福啦吼。咱大家勇敢来抄，
啊，若会当复用公报社11月28，吼，11月28，安尼咱就甲写好起来。啊，若讲较慢袂要紧，交来教会嘛有算。啊，我逐工看到谢牧师啊，足认真咧写，写到无够，搁走去买笔啊。啊，我讲毋免写较紧啊，伊讲嘛写好写就一直写落去哈，表示讲迄写这吼会安那，会有一个趣味字出来，你敢知？有一个感动会出来，伊感觉讲无写，改成爱会想要搁坐落去写安尼吼，这是一个写抄圣经的一个真好的经验就对啦吼。欢迎咱大家啊，若讲有即礼拜甲报名了，因为咱要去买册足无方便哦吼，所以定了啊，咱就剩的就爱家己去买啊，因为咱已经办3礼拜啊，就对啦吼。好，啊，拄则咱有介绍永新幸福农场吼，什么意思呢？咱今仔日本来因的传道有胡子林传道要来报告，啊，我拄仔听安肯老师讲，哇，歹势因学传道伊感冒着，可能最近吼有一款感染啦吼，啊是袂当来报告，啊，我就请咱看即个影片，知影因即个中途之家幸福农场在做甚物，请东港来甲放一个来。这是传道。带我回家，什么意思呢？我做一个简单的报告，啊，咱请大家踊跃啦吼，就是讲咱的这个幸福农场吼，就是一阵可能捌人生经过足大的坎坷吼，就像牧师所讲的，因拢已经跨越迄个上困难的关山，啊，因转来到社会，你讲随时大人拢要接纳有困难，啊，所以因就由更生团契来伫咱台南举办一个幸福农场，啊，内面呢有真多的这兄弟，大家互相来学习遐技艺的遐技巧，啊，来做牛肉啦、冷冻食品啦、烘焙点心啦，啊，用安尼来自力更生，啊，这钱会当够帮助够较多的人。我知讲咱的教会嘛有即款的更生人受关心哦，比如咱的燕皇姊妹，啊，咱的胡长老，因拢吼真够接纳这的人，但是因家己一个人吼，要奋斗真困难，啊，所以因就是招做伙，啊，有即个更生团契来甲因协助，啊，因就是要家己拍拼，会当自力更生吼，啊，所以因的努力，甲因的即个见证，实在是足感动，啊，咱。因伫楼骹现在已经伫咧1楼吼，有摆遮的产品啦吼。啊，咱若是感觉讲支持因的事工，啊，咱就甲买吼。有诶是有牛肉啦吼，啊，遐个做产品，啊，有遐个各种的产品，有诶是爱有冷藏诶，啊，因有遐个有迄冰柜放伫遐。你若讲啊，我都无随要转去，你甲义卖了，你甲写你的名，啊，伊会甲你保护甲。安尼保暖啦吼，保藏啊，等下你要转去直接摕转去安尼。欢迎咱大家吼，一边来替因祈祷，啊一边吼来甲因交关就对啦。啊，所以讲带我回家才有意思啊吼，带我回家呢，我的了解是有2个意思，就是讲因做的这足健康的食品，啊，咱欢迎咱可以带我回家。佮讲啥呢？他们要回到自己的家，好，因虽然有法人生拄着困难，但是呢，上帝带因入来。等来上帝的家，啊，所以因，你若听因讲故事吼，我故事是人生坎坎坷坷的故事，但是上帝听，甲因诱导转来，啊，咱只是把它助一臂之力安尼来听，吼，啊，所以伫楼骹因等咧摆的时阵，咱欢喜来甲因応援啦，吼，来甲因赞助，啊，原安尼来做报告，多谢。
上营，请来因上营诗歌，恳求主因带脚步，请起立因转手，因是煞请牧师祝祷。阳光辉星被上帝，阳光星亮，星星三位一体，在地的现在地的，将来也永远一体，无穷无尽。阿门，阿门。世界领袖对上帝来恩典甲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堂、圣神的扶持、引带帮赞，甲咱正大家三甲同在，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煞。阿门。咱请坐默祷来避讳。